你有冇諗過心入面嘅家係咩樣嘅呢？其實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個心房子。當家庭缺乏愛同溝通，心房子會變得灰暗，心鎖就會鎖得更緊。我嘅理想心房子一定要有相機，幫我哋記錄珍貴時刻，連結每個人。餐桌承載住一家人食飯時嘅笑聲同對話，係理想心房子嘅重要時間同空間。一家人互相尊重，我可以將自己嘅小秘密收喺最珍愛嘅小櫃桶，想分享時先分享。屋企嘅 sofa 係充滿愛嘅堅強後盾，支持我用唔同方法去探索世界。多關心交流，重連結，識回應，一家人嘅心房子就變得健康，心鎖自然會打開。想知道點樣打造理想嘅心房子？ follow 我哋，齊齊打造同守護理想心房子。